一個簡簡單單嘅5分鐘食譜，香香甜甜，微酸微辣，十分惹味，係一個好好嘅開胃菜。大火熱鑊，以下3湯匙油，油熱1湯匙辣豆漿，1湯匙海鮮醬，拌勻煮20秒。350g 薄雞胸肉片，大火煎至兩面變色，約1至2分鐘。350g 青瓜片，150g 番茄塊，1湯匙米酒，1湯匙蠔油，1茶匙糖，大火翻炒分半鐘就做好啦。